歡迎收聽思前想後，天馬行空。賽後講兩句。首先呢，多謝呢個網友阿菲力，即係咩雪中送炭啊，輸到錢啊，菲力老兄打賞，即係一陣間溫暖。佢話咩啊？最後1分鐘入波險勝，買咗5嚿收3800，哇勁啊！即係我唔敢買啲大佬。佢唔單止啲贏喎，上晝真係有中波喎。咁啊加埋收5000，好嘢！網友卡神有連飛，一世美麗搭文明福星 OK 啊，掂啊，即係唔使包頭咪得咯 OK 啊，一定要精神。跟住網友收衣青，佢又中2條喎。標誌銀河搭陽光勇士為志 Q， 咩啊嘉應全城拖呢個浪漫勇士遨遊氣泡 OK 啊，拖得醒目啊，冷拖熱。跟住網友 Benjamin 連咗3張飛啊，3000幾蚊嘅留言喎。賭錢運氣因素越大，不嬲都越嚟越大啦。近期雙黃啲趣味冇乜味，係啊，真係冇味，竟然俾人呃咗添喎，唉呀，真係失敗。跟住網友澤嘉華就3張飛喎，好啊，做好自己哪吒。好嘢啊你啊，又做得哪吒，唉哪吒我真係唔掂。留言2個字小勝，即係有啲快樂感受到啊。跟住網友Billy Man， 佢又對咗成紮飛嚟喎，又有好多重複呢。我連出嚟，但係呢，我幫你扣嗰條數啦，即係冇重複嘅計出嚟4197蚊。如果唔啱嘅再指正啊。咁佢又留言喎，Billy 兄多謝先生，唔使客氣。有咩方法可以唔買咁多錢？到最後都係輸，即係我代入你嘅角色，同你再講一次留言啊！多謝先生。有啲咩方法可以唔買咁多錢呢？真係覺得好後悔。唉，到最後買得多啊點咧，收入多啊點咧，都係輸。其實你唔係問我有咩方法唔可以買咁多錢，其實你係問我呢，有咩辦法令到呢賭馬唔使咁痛苦呢？即係賭馬咧想開心啫嘛。即係如果你買得開心，咪買咯；買得唔開心就忍下咯，唔好買咯。即係上季網友 Billy Young， 佢本來諗住戒賭㗎，基本上都下定決心啦。呢啲都唔係經濟問題，佢講話，即係覺得個月好似每逢禮拜6、禮拜日就唔開心咁啊，咁何必呢？即係未跑前心思思，跑完之後好失落，咁唞下咯。即係Billy 兄，你有個年青的心，你又要場場買。咁冇辦法㗎，即係而且我睇你啲飛咧，即係我覺得你係一個非常之正直嘅人咯。點解咁講咧？你連9蚊都連出嚟，嗱你買168蚊，但係收得9蚊，收得9個半，你都連出嚟。即係第一，你份人咧係唔介意人哋點睇你，因為你自己有原則，而且咧數還數，路還路，即係話你堅毅又得，話你固執都得。即係我自己如果中咗9蚊，我死人都唔會連出嚟，因為實在呢，即係自己放唔低自己啲面子啊嘛。咁但係Billy兄你唔係喎，即係你行得正企得正，怕俾人睇。即係數目要清楚，咁你下下咁數目清楚，即係咁認真，自然難免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冇本事教人點樣可以唔買多啲，唔買少啲啊！即係我知道凡事嘅嘢，開心咪做咯，即係唔好傷害到人，開心咪做咯。如果唔做咗唔開心嘅，咁咪做少啲咯，好唔好呢？即係好彩我錄完音都聽翻啫。頭先我講錯咗啊！舊年嘅網友呢係 Peter Young， 唔係 Billy 啊，係 Peter 老兄，唔好意思啊，講錯你個名。你好啦，卒之可以成功戒賭啊！星期6日咪陪家人玩下，開心下咯。嗰啲馬仔得閒都唔好買啊，係咁決定啊！讀下啲網友留言先啊，卡神等你好耐，師哥好啊。Michael So 第一個讚，第二得 Q 就冇 win。收衣青等開咪，唔好話係。Coffee 3個紅心，多謝你。Jimmy 5個紅心5個放煙花，多謝啊 Jimmy。Johnny 張先，浪漫勇士有腳環，旅遊氣泡開咗戲要睇，潘生對住老婆一定跑進俾你睇，好啊。即係呢個澳洲佬喺呢個沙田馬場橫行，香港馬圈橫行，即係中國人抬唔起頭。網友兩毛4個紅心4個放煙花，多謝 Ivy 6個紅心，多謝 Ivy。
烏特預測六保獎有冇5嚿？有啊，1000幾啊，係3環彩定2環彩？唔通6環彩得2嚿？再嚟呢個菲利浩，思想兄，你唔好話我爛賭啦，可唔可以話我係努力同積極參與賽馬同足球運動呢？你係風騷啊！阿烏德話阿 Philip 促進經濟增長，OK。於永確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網友 Kenny， 早晨先，努力加油，輸贏唔緊要嘅，支持你繼續出片，喂，多謝你。最重要係喺跑馬中估到佢哋做馬嘅樂趣。近期唔見梁立德出片，可能掛住旅遊人生，即係佢係講過啊嘛，佢話一定要中先至出片啊嘛。即係一季裏邊勝出咗超過九成啊嘛，佢自己講啊。即係如果佢咁樣買法，真係會贏嘅喎，夠忍手。好似連中咗3、4次啦已經。即係阿梁立德，佢唔係戰勝咗馬會，佢係戰勝咗自己嘅弱點咯。即係佢知自己有弱點嗰陣時，佢唔出手；到佢覺得自己喺優點嗰時先出手。該出手時就出手。呢啲真係高啊！網友 Stanley 3個紅心3個放煙花，多謝 Stanley。張串5個紅心5個放煙花，多謝張串。Angel 早晨先生，支持繼續出片，今日繼續用飛頭紙寫低貼馬仔，祝其他茶客們今日齊齊去馬會出糧。嗱 Angel 咧就係呢個女版嘅梁立德，準備做梁立德啦佢，克制自己嘅缺點。網友 Tony 早晨師兄，祝大家多啲贏錢貼飛。另外我覺得咧，中日關係後邊啲人喺度推日本去死攞着數啫。即係Tony嘅意見，即係話如果香港同日本冇咗大陸人嚟買嘢，都係死路一條喎。再嚟係網友 Cosis，多謝分析第3場大賽日買巴道要環球英雄搭哪吒 OK。跟住呢個新網友 Goresty 唔識讀，早晨啊各位，早晨你啊！不過我遲咗成日先同你打招呼，你係琴朝同我講早晨嘅，唔好意思啊。網友 Jeff Low 好乜犀利，4個笑一下，應承咗網友李家欣叫話今日講下中日關係會有啲咩走向，即係有啲咩走向我真係唔知啊。將來嘅嘢冇人知，過去嘅事呢可以講一兩句，即係細路仔到大睇片睇電影又好，老師教又好，都係8年抗戰。最近呢3、7年咧改咗14年抗戰，即係8年抗戰啊！77盧溝橋事變1937年啊嘛，咁啊打到1945年咪8年抗戰咯嚇。但係中國共產黨話唔係，佢話14年抗戰先啱，應該由1931年計，即係日本仔侵略東北918事件開始計，因為當時候咧東北有啲東北義勇軍啊、游擊戰啊咁樣，即係佢哋有份參加嘅，所以咧一定要計14年，變咗佢哋嘅持份者嘅程度就大咗啦。哦，即係你係咪都認頭認翻份咁解啦？OK，冇問題嘅，點計得㗎？即係你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啊嘛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日本投降，而家2025年都80年啦。即係80年前嚟侵略中國嗰啲日本蘿蔔頭，即係佢冇理由10歲嚟㗎。即係如果係10歲嚟打仗嘅，而家都90歲啦，都死鬼咗啦。即係如果佢係20歲嚟打仗嘅，而家100歲喎，100歲變灰啊大佬！即係話日本而家全國上下都冇人侵略過你中國喎大佬，侵略過你嗰班人已經死鬼晒、死清死絕咯。如果你話仲要計到14年抗戰嘅，即係1931年。即係嗰當年嗰個蘿蔔頭 BB 0歲嚟到而家94歲，佢一10歲嚟打你嘅都104，16歲嚟打你嘅而家你110，110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啊大佬！哦，你話唔係嘅，國仇家恨呢世都要記得嘅，永世不忘。OK，喂，咁你明朝嗰陣時打去韓國打到阿媽唔認得，如果唔係韓國家點解啲廟全部都係中國式啫？點解韓國啲古代啲文全部係中國字咧？咁你打咧大理咧？打越南咧，打象國，越南叫象郡啊嘛，以前即係你唐朝，即係打下龜茲咧，即係而家啲咩烏茲別克啊、哈薩克啊、吉爾吉斯嗰啲咧，你殺人唔會手軟係嘛？你清朝打新疆，即係軍令話明，所有男性細路仔身高高過車轆，即係馬車嘅車轆啊，全部殺晒，一個不留，即係基本上6、7歲以下嘅、6、7歲以上嘅男性全部要殺清。
咁條數點計，大佬？咁人哋又叫追討你得唔得？哦，你話你冇侵略過人哋，咁啊得啊？冇侵略過人哋嗰啲地方又唔會有中文啊，大佬啱啱先啊？咁唔係啊，即係你人侵略者應該賠償 OK 啊？日本仔嚟中國1950年之後講到明話要嚟賠翻錢俾你中國嘅喎，要賠償俾你喎，係毛主席話唔使人賠喎，即係仲有啲坊間傳說話毛主席多謝日本仔侵略中國，如果唔係咧，共產黨唔會休養生息。日本仔唔侵略中國，國蔣介石即係剿共成功啊！今日有邊個共產黨咧？呢啲又唔知真定假啊！咁好啦，今日日本仔即係話你要賠錢俾你噶嘛，你話唔要，即係賠償唔要啊！日本仔諗下，即係於心不忍啊，做錯事。咁你唔要賠償咪援助你咯，即係呢幾十年援助你成300幾億美金，幫你起埋晒啲地鐵啊、基建啊、發電廠啊、公路啊、交通設施啊、咩地下水道啊、環保啊嗰啲咩無償貸款、中日合作投資項目，基本上投咗落去都唔收錢啊！即係你仲想點啊？唔關事嘅，你爭我一世都要還。咁啊真係死喎，十世都還唔清喎，點算？即係你咧又話咩唔去旅遊又唔食佢啲嘢咁樣，喂！但係你買個啤領都要日本仔啤領啊！即係你中國做個啤領都做唔出，即係你質唔係話你做唔到啊，而係質量唔得咁啊，大佬！即係一個國家冇咗啤領，何來工業咧？何來軍事咧？即係日本啊，中國好似有成5萬間企業，如果一間請呢個1000人，哇！成5000萬中國人喎，你話誇張冇1000人，100個冇啊，都500萬啊，大佬！你趕晒佢走，呢啲人做咩啊？經濟最現實噶嘛，即係搞得兩搞，都係向呢個現實低頭噶。佢話唔係，要發起群眾鬥死日本仔，話你冇米制添嘛？點解叫啲人去上街示威遊行抗議？反日行到半路，一間嗌錯口號咪死！本來打到軍國主義，應該唔知打到咩主義，咪大鑊，仲大鑊，一發波就收拾，即係冇得搞啊！即係群眾應該係發動唔到啊！大家嘈一陣，咪冷靜，咪當冇件事發生過咯，唯有係咁嘅啫。嗱，我又講錯嘢啦！即係日本仔嚟中國唔係幫中國起地鐵，冇地鐵係起鋼鐵，即係而家我哋中國最大嘅寶山鋼鐵廠。即係全部係日本仔幫手籌劃興建噶嘛，你冇佢，你何來重工業咧？咁又好啦，又講多兩句啊！咁點解人哋賠償你唔要咧？即係你賠償，咁你有受害者先有賠償啊嘛！即係話如果你接受咗賠償咧，即係要揾受害者咯。即係當年啊，慰安婦又好，即係其他暴行嘅受害者都好，全部要集結晒咯。登名記姓咯，起晒出嚟咧，每人要賠幾多錢咯？咁真係日本仔俾錢你嗰陣時，你啲錢就要俾嗰個受害者喎。你話我唔要賠償，咁我日本仔話要你援助 OK 啊，可以啊，即係援助就唔係俾嗰個受害者啊嘛，援助係俾嗰個政府啊，幫佢起基建，好個國家實力，即係間接幫助翻國家嘅國民。咁到底國家實力大咗啦，國民有冇得益咧？即係我哋由細到大。即係老師咧教你要孝順父母，即係阿爸阿媽養你好辛苦啊，養大你，你將來揾到錢咧，要供養翻佢，要孝順佢啊！如果唔係，你係大逆不道。喂，就係香港、中國華人社區先有咁嘅喎，你鬼佬有冇啊？鬼佬有冇孝順呢樣嘢？即係老豆養仔，仔養仔啊嘛，老咗咪老人院咯。即係一個人由細到大為呢個國家、為呢個社會政府貢獻咗佢一生，做賊都好啊，都係一種貢獻嚟嘅一樣啊。因為佢都係消費噶嘛。佢打劫咗翻嚟，佢都會使錢花天酒地噶嘛，都係經濟繁榮嚟噶嘛。咁有納稅啊、直接稅、間接稅，到佢老咗啦，政府養佢過世咯，未必一定大魚大肉啊。但係唔使啊，唔使執紙皮啊嘛，唔使瞓街啊嘛，唔使冇屋住啊嘛，即係唔使輪公屋啊嘛，即係食唔到自助餐啫，但係都有2餸飯食啊，啱唔啱先？啊唔係喎，我哋華人社會，即係如果臨老過唔到世嘅，你哋後生唔見點咯，爛賭咯，爛滾亂咁肥啊，你啲仔女唔孝順啊，冇供養你啊，你俾啲仔女拋棄咗啊你？喂唔係喎，即係我對呢個社會有付出，臨老過唔到世，我唔係俾啲仔女拋棄喎，我係俾個政府拋棄喎。俾個政府拋棄喎，俾個國家拋棄喎，國家唔要你就拋棄你喎，你一街執紙皮咪就係國家唔要你拋棄你咯。即係呢個2次大戰受害者得唔到賠償冇問題啊，即係國家養佢過世咪得咯。如果唔係嘅，國家算唔算拋棄佢咧？即係調翻轉頭，我哋香港人捱生捱死做咗成世啦。即係如果
晚節不保嘅，仲要餵兩餐嘅，仲要開工嘅，仲要執紙皮，仲要輪公屋嘅，係咪我哋仔女拋棄咗我哋呢？定話我哋嘅政府拋棄咗我哋呢？即係講埋呢啲嘢，係咪令人好唔開心呢？即係唔得，一定要食翻個燭光晚餐，安慰下自己先得。咁樣俾我兜翻落去講馬，咁掂唔掂咧？第9場，即係呢個徐以石今年應該可以光榮退休嗱。呢日9場9，哇幾好啊！場場99，跟住排8檔，燭光晚餐998，騎師奧爾文好啊，即係火燒都唔熱，最少7倍，分分鐘10倍。上2次跑1000賣唔到尾，今次加程跑夠1200，即係啊！你夠膽買啊？你夠膽你係買啊？我夠膽買喎！嚟香港跑咗13次，舊年啊跑咗11次，最尾嗰3場，一個第2，跟住贏，一個再第2，4班1 Q 1 win，上3班跑多條 Q 添。正因為最尾嗰2次啊，1 win 1 Q 都係1000公尺，所以今年佢都係1000公尺裏邊再報名，再嘗試下可唔可以企得穩呢個65分。即係上次俾隻聖萬金燒死嘅，但係燒死還燒死啊！楊明倫係頂住佢嘅，係唔俾佢埋。2個喺前邊鬥燒，仁和家興喺後邊，都唔使自己放，有個傻佬幫佢放。嗰日徐以石成日食白果喎，渣都冇喎。即係呢隻馬夾硬排1000嗰度死隊，唔俾佢回氣，咁梗係散啦。咁呢隻馬到底係咪跑1000得呢？定係跑1200都得呢？1200好跑啲啊嘛！睇馬會公佈個血統啊，即係正宗都跑1200好過跑1000喎。1000唔係唔得，但係1200應該係最好嘅正宗。即係我哋睇下對手喎，嘉樂龍區嗱呢隻咧，每季開頭嗰2嘢嘅啫喎，今次咧都會再搏，因為隻馬唔襟跑啊，而且係老咗1歲啊，檔位又好喎，4檔，跟住排1檔就死嘅，排4檔好啲嘅，冇咁易塞死嘅。磅位重咗，即係上次124啊，今次135加9磅，雖然分數唔係加9分，但係佢磅位咧調節咗加9磅。即係3甲1席啊！你唔好諗住佢贏。朝朝醒上次呢3號啊，即係9牛二虎之力先跑條 Q。大熱門4號天星，上次啊潘頓撳住贏，即係暑假嗰時話啲嘢贏2場啊嘛。佢係衰啊，沙田贏唔到，就係化學谷，我唔信佢化學谷跑到啊。點知佢跑學谷得，咁即係證明咩呢？證明唔係個化學谷得，而係佢係有分。明明隻馬呢1200唔啱啊，拉長跑1400好啊，沙田好啊，佢係要跑多次化學谷。我覺得呢條友個心都幾黑，即係你話我啊，即係諗人諗得咁衰啊，你講我咁啊得嘅。如果贏咗，或者我唔啱咯嚇，我用有色眼鏡睇人係嘛，睇潘頓，睇大衛希斯。大衛希斯星期3晚成手啊，我唔知佢點啊。天星我唔制啊，你翻沙田1400我再買。另一隻次熱門安康萬里，即係次次近次次準，話歷史高分嚟喎呢個9檔，即係你唔會放啊，你後上啊，睇下今場前邊勁唔勁啊，勁嘅你咪後上着數咯，前邊唔勁嘅你後上都係得咁虛無縹緲嘅3、4、5啫喎。今場最快嘅10檔北地練馬。8檔燭光晚餐，當然啦，頭先講咗就係原本都有本身前速，但係排喺裏邊唔會太搶嘅。好啦，到底燭光晚餐企唔企到3班呢？呢場入唔入到啊 Q 呢？定話好彩贏埋呢？即係你要參與先有呢個代入感噶嘛？即係好似人哋話中意睇波要買10蚊咧先刺激。咁我覺得佢燭光晚餐應該要食嘅，咁我俾錢食燭光晚餐咯，食得到嘅。哇，咪唔肥美啦係嘛？食唔到嘅咪人哋肥美咯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